教育局全速推展人工智能教育嘅工作項目，我哋同教育城專上嘅院校同埋相關嘅業界協作，喺今個學年開辦咗一系列全新嘅專業培訓同埋交流活動，讓到學校嘅領導同埋教師緊貼住創新科技同埋數字教育嘅發展，推動教師喺課堂當中應用人工智能，提升學與教，推動教學嘅創新。古語都有話啦，工欲善其事，就當然要必先利其器嘅。我哋非常希望能夠幫助到教育界嘅同工，深入去了解究竟坊間眾多嘅方案，邊啲比較適合佢哋去應用，邊啲切合到佢哋學校實際嘅需要呢？我哋將會繼續支持學界推動科技喺教與學方面嘅應用，為香港教育注入更多創新嘅元素，壯大創科嘅人才庫，為學生創造一個更加智能高效學習環境。我嚟到之後發現好多人啦，好踴躍啊！大家學界真係好支持呢個活動啦。都想睇下咧，喺呢度咧會唔會揾到一啲適合我哋學校嘅資源啦？希望可以幫到我哋嘅同事，可能提升教學啊，亦都幫到學生去促進佢哋嘅學習咁樣。在場亦都有唔同嘅講座啊，或者係唔同嘅，譬如 QEF funding 啊，或者係一啲唔同嘅單位啊 vendor 去擺一個攤位，可以好集中咁去認識唔同嘅設施啊，好方便咯。每個學生嗰個能力去到嗰個程度都唔同，識得運用人工智能去按自己需要再去學多啲嘢，咁就會係事半功倍咯。